果唔翻嚟，我唔會咁呢嘢就係咁都話佢真係，我啱啱講即係如果你有錢嘅話，但係咁我而家啱啱我開翻嚟咧，不過我以前上禮拜又贏咗個波場，即係更加唔多人，我覺得係好事嚟嘅。即係個個都贏，我真係打好，即係揾幾個鐘都揾幾個鐘，而家就問題咁就變啲嘢咧就我如果冇 AI， 即係真係冇 AI 真係。啲人我又唔識，有 AI 都重視咗啦嘛，已經冇啦。而家基本上都係唔啱嘅。但係呢個而家諗唔出嚟。係啊，仲可以我即係大公用多啲可以做。三十。OK 啦，即係我諗，即係大家都即係有共識，做唔到，即係大家都知，即係唔係好，即係呢樣嘢，即係大家都。
要改嘅，我就散晒打唔知做。
个人啊。好了，即係翻工要幾點鐘有啊？我聽日就唔拉。聽日就尤其嗰啲揸車嗰啲。多啲荔枝啦，嗰啲係一定要。多謝啊！唔使唔使。叫咩嚟？佢兩個走先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玩得開心啲啊！ OK， 拜拜，拜拜。打死我！我操！这活动什么都有啊！我也要。一起干活吧！哎呦！6-0哇！ 我先跑，先跑。我那个这个这样子开始，这样子。有比错了，想装逼。 1
呀！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！还有心脏啊！我操！好东西啊！还有技术流啊！哎呀！没有啊，不一样，有压力。那我从5分拉回来7、8分。别急，别急，我这里肯定在别急。哇，这样子休息的。多少来着？我还是打了你自动的节奏啊！我看。还有，要不然再换。他还得2分，我4分了。这边8分好不好？